主持人张美基长老。我们欢迎洪明浩执事。掌声鼓励。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是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在一起，能够在感恩节的这个音乐会当中，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透过音乐来赞美我们的上帝。真的，透过音乐呢，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心呢得到平静，也可以让我们享受这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呢可以来享受这样子的音乐。是的，特别的开心的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们，还有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共度一个愉快又美好的时光。最开始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牧师来为我们做我们音乐会开始前的祷告。好，我们来邀请蔡牧师。好，牧师在这边，来，牧师。大家平安。平安。好，我们今天是传统的感恩节哈。那我们思考在过去1年当中，上帝的保守眷顾，我们要献上感恩。那我们用音乐的形式哈，当做感恩的祭，献给神。那当我们的乐手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在表达我们的心意一样，我们对上帝说感谢主。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感谢，亲爱的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你是全能的神，是爱我们的天父。主啊，你从岁首到年终，从日出到日落，你都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享受在你丰盛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要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今天齐聚在圣殿当中，我们期待透过音乐的响宴来歌颂你的伟大。求主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遍及在整个圣殿当中。让我们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感恩之祭的音乐会之后，更学得知足感恩，时时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我们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好的，我很期待哦。一开始呢，我要有我们双联教会的爱乐管弦乐团，我们的刘淑婵老师来带来，透过今天的节目有3个曲目要来献上。对，他们今天要演奏的曲目是莫扎特的弦乐西游曲，作品的编号是136号的其中3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快板，然后还有行板以及急板。那另外呢，有一个没有在程序单上面的呢，大家可以注意听我说啦。待会呢，就是呢，我们会有第4首特别安可的惊喜歌曲。哇，这首曲真的这首曲名呢，我先告诉大家好了，就是叫做《亲近你》。那特别的地方是呢，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管弦乐的乐手们之外呢，我们还会特别邀请了一位邱诗平老师，那他是负责竖笛的部分。那竖笛其实就是我们传统大家知道的黑管。那我们教会呢，另外有一个 OGS 的这个黑管的这个团，那他这个邱老师呢，也是这个团的指导老师。那另外呢，我们还会请到赖尚辉弟兄，他还会用民谣吉他会来跟我们的管弦乐团一起来合奏第4首的歌曲。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节目了。好，请大家谢谢，掌声鼓励。
我们谢谢由刘淑参老师指导的爱乐管弦乐团。好的，我们爱乐管弦乐团呢，练团的时间是在每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在我们8楼的教室。所以呢，有兴趣来参加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家中的孩子，也想要加入我们的管弦乐团，可以找我们的苏明元执事，也就是我们的团长。来报名来参加，了解细节部分。对，刚刚的那一首第4首的歌曲是《亲近你》，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歌，是的，觉得非常的好听。是。好，那我们接下来来介绍下一个表演的团体。好的，下一个表演团体也是非常的可爱，就跟我们一样这么可爱哦。好，是哪个团体呢？你比较可爱是吗？我还没有感受到。好的，是由我们的赵秀红老师、赵秀红执事所指导的主日儿童节奏班，就看得出来我们的小朋友已经在台上预备要来表演这一首非常棒的一些节目。我们请明浩来介绍。对，各位看这些小朋友非常的可爱，年纪也非常的小。那么他们练习的时间是在每个主日的早上。那像我以前呢，我的小孩也都有参加这样的节奏班，那就可以呢，大人爸爸妈妈呢在主日参加礼拜，然后小孩子呢就可以来参加这个节奏班。那他们今天呢所要表演的曲目呢，总共有3首。那么第1首呢是 Good Morning， 第2首是5只小鸭，那么第3首呢是小贝壳。好，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了？哇，秀红老师说 OK 了。那我们用一个很开心的心来期待孩子们的表演，我们掌声鼓励。掌声鼓励。
由我们的赵世宏老师所指导的双联教会的主日学的节奏班的小朋友们，哇，今天应该是爸爸妈妈最开心的时刻，还有阿公阿嬷，以及我们姐姐们跟哥哥最开心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孩子这么可爱。大家说表演的好不好？真的是非常好。好的，那大家记得刚刚我们第2个节目是哪一个单位表演，还记得吗？刚刚现在退场的这一个单位，有没有人知道？请举手，我们准备小礼物送给你们。刚刚退场的这个单位是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单位所表演的呢？有没有人知道呢？哦，小朋友你知道，来，你大声的告诉大家。节奏班，那么厉害，没错，儿童节奏班所表演的节目没有错。好，那大家记得他们在什么时候会练习？有没有人记得呢？可以举手让我们知道，我们送个小礼物。来，什么时候练习呢？妹妹。哦，好，我来了。好的，来，什么时候呢？5日早上。每个礼拜天早上，是不是？太棒了，好，没有错，答对了。哇，真是太棒了！接下来呢，也是我们教会的由李杰宇老师所指导的主日儿童的直笛 A 班，主日儿童直笛 A 班。对，那他们要演奏的曲目呢，一样有3首。第1首是小蜜蜂，第2首是圣诞铃声，第3首是快乐颂。好，我们来鼓掌欢迎，热情的掌声。好，非常谢谢由李杰宇老师所指导的主日儿童直笛 A 班，非常棒的演出，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他们，掌声鼓励。好，鼓励。好，接下来呢，也是由我们的双联教会的赵秀红老师所指导的小西罗亚合唱团。小西罗亚合唱团呢，他们是一群孩子，那他们呢，在视力上面可能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是，所以呢，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练习，是，所以待会我们大家真的要给他很大声的鼓励。然后呢，我们还有发现呢，有很多的家长都会陪伴他们，因为他们在可能在看东西上面比较不方便，那需要有很多人来协助他们。
是，确实，其实呢，我们看得到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乐团，但是呢，特别是我们的小溪的这个乐团呢，就是我们的小溪罗雅合唱团带来这个节目，确实在练习上面是比较需要用到时间，老师呢也比较需要用到耐心，其实家长的配合也很重要。当然，一件事情像一个乐团的成立，也不是这么的简单。比如说，像我们当时在成立我们小溪合唱这个乐团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就非常的关心，然后出钱出力，能够透过奉献，让我们的孩子们也可以买乐器来练习。因为呢，他们在练习上面需要比一般孩子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需要更努力哦。他们就会比较在练习上确实是比较辛苦的。特别我们的秀红老师，真的要花更多时间。他非常的有耐心哦，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是一直重复的，不停在教导这些孩子们。是，对啊，没有错。那我还记得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教会有办了一个音乐会，也就是一个我们视障基金会的音乐会，没有错。视障基金会音乐会里面其实包含的就是2个单位，一个就是我们的小溪罗雅合唱团，另外一个单位就是我们教会的西罗雅合唱团。对，一个是大朋友，对，这个是小朋友，一个是小朋友。对，那今天要为我们带来节目的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小溪罗雅合唱团。我们看到爸爸妈妈也很用心的在为我们的孩子们在预备他们的乐器。是，那今天表演的歌曲有没有什么特别地方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介绍的呢？好，那今天呢，他们所要唱的歌曲呢，是第一首是我们其实如果你是基督徒，应该非常耳熟能详，是台语的“季后朋友”，就是亚苏，是好朋友就是耶稣。那么第2首是你是唯一。那第3首诗歌呢，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个跟我差不多年纪啊，20岁是吗？大概17点多岁的时候，好不好？你就会听过这首歌，好不好？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哇，是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人，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定都听过《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其实你看，我们只要花一些时间来练习的歌曲，可是我们的孩子们，特别是我们小溪的孩子们，却要花很多的时间。我记得在我们的视障音乐会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小溪有透过一些影片来介绍他们。他们虽然说在行动上比较不方便，甚至于在视力上也不是这么的方便，但是他们却到日本来传福音哦，到日本的教会来传福音。对，有一次，对，这应该在1-2年前啊，看到他们就去日本，然后呢，去很多的教会是的。对，叫做巡回演出这样子。其实真的看得蛮感动的啦，就是他们都需要大家牵引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因此说因为视力上有一些比较不方便，他们就放弃自己或者是什么，但是他们还是很愿意的顺服，愿意的来参与这样的服事。是的，大家同为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是为人父母的这个角色来看这件事情。看在我们的小溪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感动，特别是我们的秀红老师以及我们所有在乐器上的指导老师，也都用了多倍的时间来指导他们。好的，那大家还记得我们现在介绍的单位是哪一个团体要上来表演？有没有小朋友记得呢？可以举手哦。来，明浩，我们请那边的小朋友来。真的吗？对，请他们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要上台表演的单位是哪一个单位呢？要大声的告诉大家。西罗亚。这么厉害，小西罗亚答对了。好，我们送一份礼物给小朋友。哇，那我们小朋友，我们的小溪罗雅合唱团的成员也都已经上台了。哇，好的，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来鼓励他们？好，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温馨的感恩节音乐会的这个时刻，可以跟我们所关心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们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透过我们的掌声，我们彼此在主里合一，也彼此在主里互相鼓励，互相带导。好的，不知道我们的老师是否已经预备好呢？好 ，OK， 那我们到。
我
谢谢我们谢谢赵春红老师所指导的小西罗雅合唱团，谢谢。我们再一次用热烈掌声鼓励，谢谢，谢谢他们的演出，感谢感谢。看得真的很感动哦。对，对啊，确实是不容易。我光是学一个简单的《甜蜜的家庭》这首钢琴曲就已经学了很久了，更何况孩子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练习，确实是不容易。那我们小西罗雅合唱团练习的时间呢，就是在每个主日的下午1点，会在我们的10楼的灵修室来练习。对，好。那看他们撤离我们的乐器也需要一些时间，没有问题。这时候呢，我们来介绍我们下一个表演的团体，就是我们主日儿童直笛 B 班，是由我们指导老师陈运欣老师所指导的直笛班。对，刚刚我们有说到嘛，就是刚刚有个节奏班，那节奏班的时间它也是在主日的早上9点。那如果呢，你的孩子呢，对吹直笛呢这个乐器呢比较有兴趣的话呢，它也是在主日早上9点，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呢，可以呢早上9点呢到教会，在10楼做礼拜的时候呢，的孩子呢就可以到8楼的教室来学习直笛。哇，明浩，你这么说，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到教会做礼拜，我们的孩子也可以继续来学习，这样说是吗？对，就是哇，这是太棒了！爸爸妈妈跟小孩一起的同时的概念。哇，真是太好了！所以呢，主日来教会就对了。真的没有错，好的。那我们的运欣老师好像也准备好了，我们是不是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教会的主日儿童 B 班？来，我们欢迎他们。
陈玉新老师所指导的主日儿童直笛 B 班的小朋友们，非常棒，好听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欧阳光佑同学要带来管风琴的演奏。对，管风琴的演奏，各位看欧阳光佑同学，他其实年纪非常的轻，但是他要很有勇气的，在我们大家面前要来为我们演奏有2首曲目，第一首是由贝多芬的《Ode to Joy》，那第2首是作曲家舒曼他的《The Happy Farmer》。让我们一起用掌声鼓励来欢迎他带来的演出。谢谢。谢谢欧阳光佑同学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好，接下来呢，我们下个节目是什么节目呢？是我们双联幼儿园的小豆芽诗班要带来诗歌。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在哪里呢？哇！我们欢迎我们的小豆芽的小朋友能够进场喽。好，我们双联幼儿园的小豆芽诗班呢，他们是我们双联幼儿园的小朋友所组成的诗班。对，那他们平常呢就会在他们园区，在幼稚园里面来练习。对啊，那我前几天看到他们有来教会来彩排啊，他们真的是好可爱、好可爱的很可爱的一群小朋友。对、啊，对，是。那他们今天呢，所要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呢，有非常的多首，有6首。那么第一首呢是诗歌，是我要向高山举目。那么第2首呢是无论在高处或是在低处，第3首诗歌是围绕我，以及第4首的喜爱神话语，然后还有我们第5首诗歌是耶稣我爱你，还有第6首保护我的是耶和华，好像每一首都是诗歌哦。是的，没有错。明浩，我看到我们今天好多的我们幼儿园的爸爸妈妈来到现场，对不对？对。是我相信有些爸爸妈妈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双联教会，我们代表教会非常的欢迎各位爸爸妈妈来到我们的教会，也在今天对我们感恩节的音乐会当中，对，让我们的孩子们跟我们一起透过诗歌、透过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上帝，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们的小朋友都预备好了，看到爸爸妈妈都很开心。对他们这个手机、相机都已经准备好了。真的，原来是要拍我的吗？可能不好说。可能不好说。对是，就是顺便 take 我们就对了。可以。是，好的，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老师，我们要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的欢迎他们。欢迎小豆芽诗班。我的
也非常谢谢由我们指挥吴一田老师以及伴奏卢静妮老师的所指导的双联幼儿园的小豆芽诗班带来这6首非常好听的诗歌。我们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来鼓励他们。哇，他们非常好，他们真的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好。是的，谢谢谢谢，也欢迎爸爸妈妈在每个礼拜天主日的时候，也能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来到双联教会。我们主日的时候有很多的音乐课程，也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同来到教会。好的，接下来的节目呢，是由我们也是管风琴的演奏，由欧阳秀山同学来带来的曲目。对啊，说到这个管风琴啊，我就觉得管风琴。各位看到我们在你们的左前方这个管风琴，前方这个位置，对对对，是它非常的特别。各位有没有人想要猜一下说，管风琴嘛，就是用管子来发出声音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个？各位，管风琴有多少根管子来组成的是吗？是，有人知道吗？好，大家可以猜猜看，它的数字有个range可以猜吧？大概是在1437跟1439的中间。哦，对。那答案呼之欲出，有没有小朋友要告诉明浩叔叔，管风琴有几根管子所组成的呢？哇，这小朋友，明浩你可能要快步加鞭的过去。真的吗？真的吗？小朋友们已经有答案哦。这么难的一个数字，他可以猜到的话，这么厉害，这就很厉害了。几根呢？他说1438。哦，怎么这么厉害？答对了，真的太强了，太厉害了。这个。我们通常玩这个游戏哈，猜这个不知道猜多久才猜得出来，想不到这小朋友真的太强了，一下就猜出来。那么这个管风琴啊，它是呢，各位看到这个管风琴，它是在台湾教会界里面啊最早引进的，从德国进口的管风琴。那为什么管风琴会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呢？就是呢，因为管风琴啊，因为它是用管子在吹在送，就是让它有声音。那当它按下去的时候呢，其实只要你不放开。它的声音就会一直的延续，所以因为这样的特性呢，它就非常适合在礼拜的崇拜当中呢，会适合用管风琴来演奏做伴奏就对了。对，是。好，很期待哦。接下来我们欧阳秀山同学就要带来管风琴的演奏，他要演奏的曲目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个好不好 ？Rondo 哦，这个学的有点久啊。好，我们现在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欧阳秀山同学，谢谢。的演奏。接下来呢，是我们双联教会儿童合唱团，由我们的指挥陈玉欣老师、蔡佑田老师以及伴奏卢静妮老师要带来的节目。儿童合唱团的小朋友呢，要上来也要演唱诗歌。对，那他们呢，今天所要演唱的曲目有3首。那第一首是
耶稣爱我，我知名，就是台语的耶稣疼我，我知影。我知哦，我知名。对，第二首也是台语的诗歌，是住在救咱人。第三首也是台语的诗歌，是拜上帝家里是我们儿童合唱团呢，我们练团的时间是在每个主日的下午1点，会在我们的8楼的教室来练团。我们的指导老师呢是陈玉欣老师、蔡友田老师，伴奏呢是卢静妮老师。所以呢，喜欢让孩子学音乐或者是学合唱团诗歌的爸爸妈妈，也欢迎带着我们的孩子在主日的时候来参加我们的儿童合唱团。我们现在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
好，我们谢谢双联儿童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所带来这么精彩的诗歌，大家说好不好听？感谢上帝，好听的话，爸爸妈妈不要忘了哦，可以带我们的孩子来到教会，在主日的时候参加我们的儿童合唱团，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在教会当中，因为这样的关系来认识上帝，来成为神所祝福的孩子们。我们感谢神，很开心。那我们今天下午音乐会的节目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参与。在最后呢，一样邀请我们的大家长。蔡主任牧师，我们的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来跟我们做祝福的祷告。要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哈，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那我们透过今天所有参与表演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透过他们的演奏的音乐所唱出的诗歌来赞美你。主，我们也重新来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对我们的保守。求主在未来的日子持续的引导眷顾我们，让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请坐。好，我们谢谢牧师。那这时候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也欢迎宝宝。